咁啊，食完呢個最後的早餐就告別呢個 MK 呢間 Dream House。好啦，再見啦，兩位好朋友嚇，多謝你哋嘅收留啊！好，咁啊，下次希望能夠好，希望能夠下次有機會再住耐啲、舐耐啲嚇，再數。咁啊，辛苦你哋有車我去 Coast 啊，行出行入。下車OK，好期待你車我。好，行啦。好。咁啊，葉啊，車到我嚟呢個 Coachway 嗰度搭巴士，長途巴士。咁又有一個新嘅體驗啦，未試過喺英國搭長途巴士啊。咁啊，都好方便喎嚇。咁啊，唔使老友山長水遠，揸完去機場又送翻我，又翻屋企咁陰功係嘛？咁啊，又一個新嘅體驗。好 ，very good。記住睇清楚自己嗰一班車。佢哋都研究緊啊，佢哋都好頭痕啊。我就見步行步，諗住50分先走去問人。好，240，咁佢話去到 T5啊，總站係 T5啊，咁相信途經呢個 T2、T3我應該都啱。咁啊，上車啦而家，放心啦。英國有度好喎，嗰啲班次係好準時嘅，暫時我火車或者巴士嗰個開車時間啊，到站時間都非常準時。咁啊，記得準時啊！遲到嗰啲，中意遲到嗰啲冇得搞噶啦。盧頓啊，都有機場。盧頓機場啊，幾多人？幾開心！啲中學生啊，應該去旅行，充滿活力啊！呢個就盧頓機場啦。其實 Milton Keynes 都應該有返自己嘅機場咯。咁鬼多香港人，差唔多到希斯羅機場啦。好，搭咗個半鐘頭到巴士到咧，1個鐘頭嗰個次巴士到啊。咁啊，去到呢個長途巴士嗰個站，跟住搭 lift 落嚟負1，咁啊可以行到過去噶啦。一邊2，一邊3。咁啊，留意翻啦，自己喺3定2定3啦嚇，一左一右。咁啊 check 翻之後，我係去3嘅，因為國泰啊嘛。OK。今次咧就第一次坐大巴去機場。咁啊，有啲不確定性，就係中意有啲不確定性。咁啊，自己去摸索。咁就原來喺大巴站嗰度行過去 Terminal 3都有啲距離喎嚇。我覺得應該遠過中環嗰度，行去港鐵線，行去嗰個機鐵線嗰度，都差唔多行咗7、8分鐘啦。我諗相信都差唔多到啦。有機會啊，我就會喺呢度等你哋嚟迎接你哋。呢度就係接機大堂，但我依家唔係接機，我依家係翻鄉下，唔係翻香港，香港。哎呀，講唔正而家都，所以我要去隔離出發嗰個地點先啱數。Fasten like this。請依指示扣好或解開安全帶。